細個時睇四驅小子，真係睇到熱血沸騰，話夢想有架遙控嘅四驅車。而家真係有機會啦！我喺淘寶用咗60元人民幣買咗部遙控四驅車，另外再買一個車殼。將原本嘅車殼換上我自己套裝嘅車殼，成本唔使100元，就滿足到我兒時夢想。